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7月初5，约伯记5章10安尼讲：伊要安置卑微的，伫悬的所在，要举起哀惨的，伫安稳的地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伫悬搁安稳所在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件代志大到袂测度得的，件技术算袂了的。你落雨水伫地面上，想使水伫田园里。你互阮所需要的无欠缺，你顾念阮不过是土粉，只是你犹原安尼听阮，因为阮是出伫你，也属伫你，是你的气分伫阮的身躯顶，互阮成做有灵的活人。所以，阮只有感谢搁感谢。主啊，当阮受看轻，看作卑微的时，你要安置阮伫悬的所在；当阮伫哀惨的时，你要互阮伫安稳的地，因为阮是你所疼的。你要互阮伫你的面前，伫你的内面安稳自在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每一天拢来到伊的面前，放下咱所看做家己卑微的，因为伊要甲咱安置伫悬的所在，也互咱的哀惨伫伊的面前变成安稳自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